唉，人越大已經越嚟越唔想溝女，失望空虛，個人好攰，冇動力，唔想識女人同女人講嘢。啲女嚟嚟去去都係咁嘅，有啲又乞人憎，嘥我錢嘥我時間。但靈魂拷問，你 click 得呢條片，你唔覺得係另有原因？你心入邊另有想法咩？如果你真係徹底唔想溝女，放棄溝女，就冇必要點擊呢條片。但一個人把口講咩，甚至心入邊諗緊咩，都可以係假嘅，自欺欺人。但你嘅行動已經話咗俾我聽，你既想溝到女，又唔想溝女，你內心有好大嘅衝突。所以今條片我要由3個角度：生理、心理、社會因素分析點解你會冇動力溝女，唔想溝女。特別係後2個因素會更加重要。但我知道大部分嘅觀眾都接近30，超過30歲，所以我會先由生理角度入手。記得認真睇片睇到最後。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影片結尾會送你溝女秘笈，幫助你快速輕鬆識到女朋友。記得訂閱俾 like，立即開始。睇得我片嘅人，好大部分都30歲以上。無可否認一樣嘢就係身體不如25歲前咁好，甚至有啲人已經性慾下降啊！喺呢個情況，明明你心入邊係有男女嘅想法，但身體卻支持唔到。特別喺打 J 睇 AV 呢方面，雖然我從來都唔會要求大家全面戒 J， 好似蕭別離呢啲人戒 J 200日之後破戒，其實好簡單。如果你需要戒 J 200日，就意味住呢條友大機率之下，佢200日都冇溝過女嘅。但人唔可能成世唔射啊嘛，所以佢注定失敗嘅。但我都會建議你哋考慮部分戒 J。乜 L 嘢係部分戒 J 啊？即係視乎情況或者去減少你嘅次數頻率，因為唔少人嘅身體已經回復力下降啦。後生細仔嗰陣時，一日打幾次，每日打 J 仲係有體力嘅，仲有想法溝女嘅。但如果你打完都要唞幾日啊，或者打完係好攰，證明你心入邊有慾望，但你嘅身體已經支持唔到啊。喺呢個情況下，你就要再減少次數。但我明白嘅，始終 AV 打 J 太方便啦，溝女相對嚟講難好多。但其實你唔係一定要需要屌到一條女同佢做愛先算係解決咗你嘅問題，因為一個人心理層面嘅性慾其實係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宣泄嘅，例如同靚女約會傾偈。雖然冇做到愛，但從心理層面嚟講，2個男女長時間嘅接觸，某程度上就係互相性撫摸，甚至可以話一個不完整嘅做愛，變相就係可以適當發泄性慾。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好耐之前16歲青春當打嘅年紀，竟然可以試過2個月唔打 J， 因為嗰陣時我成日出街撩女仔，不斷同靚女傾偈，已經部分程度上抒發咗我嘅性慾。另外亦都係點解一個人冇嘢做喺屋企就會成日打 J， 因為你嘅性慾冇其他心理嘅途徑宣泄出嚟。咁你一定會問點樣識多啲女？我身邊圈子冇女人喎。首先，我呢條片係重點分析點解你明明想溝女，但又冇動力溝女。依家如果叉開話題就越講越長啦，仲有心理因素同社會因素係未講啊。如果你真係想學習點樣識多啲女，溝女係易啲快啲嘅，大量識到女，可以點擊影片描述欄及留言區連結向我學溝女，限時免費隨時下架。我嘅學員已經成功1個月內拍拖。講翻正題，生理因素除咗減少打 J 之外，其實你都要增強自己嘅回復力。有個泌尿科醫生講得好，點樣判斷你適合打 J 可以打 J， 就係有冇晨勃。如果成日都冇嘅，證明你嘅身體一定好虧。信我啊！雖然有啲難聽同羞恥，但呢條片你都係自己一個人睇，冇其他人知嘅，你咪偷偷認咗佢咯。你確實暫時係虧咗，所以更加要調理身體，嚟嚟去去三督屁，減少食甜嘢、糖分、炸嘢，食多啲健康嘅肉，雞肉、雞蛋、牛肉，然後仲有水果菜，甚至試下1-2餐食素。要瞓得夠，實在唔得嘅都最少要6個鐘。因為我知有好多人有各種原因話咩瞓唔到8個鐘，但你連6個鐘都冇嘅話，你遲早會非常後悔嘅，甚至未來嘅你會憎死依家嘅你會自我摧毀。題外話就係點解咁多人自卑冇自信，成日自我攻擊或者廢嘅原因之一，因為你對自己太差咯。你以為食 KFC、麥當勞、打 J 睇 AV 係獎勵緊你自己，其實你心入邊更深處嗰個你一直都唔滿意，想要改變。呢個亦都係部分人會喺連登呻嘅原因。但係你扮聽唔到，你去懶得改，結果其實你不斷喺度積怨，你好想報復你自己，就好似2個人格喺度打緊交一樣。而我絕對冇水溝你嘅，你反而應該去認真反思下，你依家做嘅嘢係咪你真心想要，係咪真係對你好？
你做完之後有冇咩後續反應？會唔會覺得內疚後悔？咁你就知道其實咩食 KFC、麥當勞、打 J、睇 AV 呢啲所謂咁爽嘅嘢，其實一啲都唔爽，甚至係好撚悶啊！搞到你10年如一日都冇變過咁樣。講翻正題，就係增強你身體回復力，你個人嘅性慾修復力提升，咁你自然更加有想法溝女。但接下嚟先係真正進入重點，記得先訂閱俾你，影片結尾會送你溝女秘笈，幫助你輕鬆快速溝到女。就係心理因素，你有冇發現你自己依家非常混亂啊？你一方面係唔想溝到女，呢個係你冇動力嘅原因，但另一方面你又想溝到女啊，所以先係你真正點擊呢條片嘅原因。你依家腦入邊可能已經打緊交，一時覺得樓主講得冇錯，一時又覺得女人咁難溝，高竇戰甲，邊個想溝佢啊？你有冇發現我已經講咗個重點出嚟，就係你內心深處嘅巨大衝突。我相信呢個問題都困擾咗你一段時間。冇錯，其實就係愛與恨嘅糾纏。你信我，如果你一直冇動力去溝女，或者明明有去溝女，但一直都溝唔到，非常大機會係你內心有一種想法，唔想溝到女，令你唔去溝女，溝唔到女。例如對女人嘅憎恨恐懼，心理因素往往比生理因素更加重要。某程度上，你生理因素嘅問題只係心理因素嘅延伸，可能喺你心入邊有一部分對女人嘅憎恨同恐懼，搞到你明明知道自己身體上有啲問題，會令你溝唔到女，唔想溝女，但你特登去拖，唔肯去改。係人都知成日打 J 唔夠瞓，食垃圾食物會導致性慾下降，點解你一直改唔到啊？因為你根本唔想去改啊！改變咗嘅話，你性慾就會強，你更加想去溝女，但你內心對女人嘅恐懼同憎恨，唔想你變得更加有性慾去溝女，所以你個人好衝突，又想要又唔想要，停滯不前，咩都做唔好。至於你話點解會憎女人怕女人，從淺層嘅角度嚟講，就係經歷太多嘅失敗，驚俾人拒絕；深層次嚟講係你對老母嘅敵意同被拋棄嘅焦慮。呢度可能有啲人唔明啦，其實我之前都有條片講過，你一直想溝女又溝唔到女，只係因為你根本唔想溝到女，出於對女人嘅憎恨同恐懼。一個人點解會對女人有咁大嘅憎恨同恐懼？潛意識層面一定係同你老母有關啊，因為佢係你人生第一個並且最重要嘅女人。你聽住，你同女人打交道嘅基礎模式一定係由你老母身上學翻嚟嘅，所以你對女人嘅恐懼同憎恨一定係同你老母有關啊！唔好覺得我鳩噏或者亂噏24，靈魂拷問，你發自內心唔憎你老母咩？你唔覺得你今時今日嘅失敗佢有份咩？你俾女人拒絕嘅時候，就好似激發咗你細個俾老母拋棄、忽視、冷淡一樣。呢度我唔會重點解答你太多心入邊嘅疑問，因為有啲更加重要嘅嘢，我只會留俾我私人學員。但首先你哋要搞清楚，愛同恨如果糾纏不清，就好似將黑色同白色撈埋一齊，變咗一團灰色嘅物體，即係又想要又唔想要。只有當你將黑同白分翻開，愛同恨分翻開，你先會搞清楚你究竟想要咩，唔想要咩，而唔係好似依家咁唔上唔落，內心非常衝突嘅狀態。呢度已經係我免費公開分享俾大家好重要嘅禮物，有認真聽、用心聽、願意聽入心嘅人會有所反思同感悟。我唔覺得個個人聽完都會有改變，但有5%、10% 嘅人聽完有認真反思、採取行動，我已經好感恩，都當係送俾大家一路支持我嘅禮物。但如果你係想真正學習到啲更加深入嘅重點，快速去溝到女、大量識女、冇樣冇錢冇身高一樣溝到女嘅秘密，學習好似我由 A0 獨男到進入幾十段關係嘅秘密，點擊影片描述欄或留言區連結報名溝女培訓營，領取溝女秘笈。然後最後一樣因素，社會因素，即係講翻啲大路嘢，拍拖、使費、工作壓力、冇時間，啲女想揾人埋單結婚，但你唔想喎。港女 ABCDEFG 因素你係唔中意嘅，或者唔知邊度識女等等。題外話，我知會得罪唔少人，但我都係要講嘅，就係嗰啲咩交友配對活動啊、speed dating， 我略略睇過啦，又係嗰啲講求咩錢樣身高、咩學歷收入，甚至係以結婚為目標啊。一嚟如果你條件唔好，咁你一定係花錢買難受；二嚟衝住外在條件去交往嘅人，基本上都唔會有咩好下場啊！一兩條友有太多性格思想嘅問題啊，嘈交嘈到死。三難聽講，邊有高質女人會需要呢啲相親交友活動啊？高質嘅男人同女人身邊大把選擇啦，仲使嘥時間搞咁多嘢俾人騷擾？呢個就係點解唔好浪費時間睇咩女神配對計劃。我都係見到有人提及同埋網上彈出嚟先知。首先我一定唔會浪費時間睇埋啲低能無聊造假又對我冇益冇關嘅垃圾娛樂。二嚟再高
優質嘅男人主動參加呢啲咁嘅節目，立即陷入一個下把位，俾人好似當夾公仔咁樣揀。所以難聽講，只有啲低質素或者搏出名嘅人先會搞咁多嘢。就算佢係咩醫生、律師、老闆，你搞咁多嘢卑躬屈膝討好女嘉賓，條友一喺心理上戇狗，一係就學人搏出名，自己本身有啲錢，但又想有人識佢咁樣。你喺呢啲垃圾節目點會溝到女啊？不過重點其實唔係呢班人，重點係好多無聊溝唔到女嘅人喺度睇埋啲咁嘅嘢。我唔知你哋係咪幻想下點樣溝到呢個所謂嘅女神啊？定係諗住學到嘢啊？定係其實想睇人哋點樣柒？因為大陸其實一早就有啲咁嘅節目啦，女嘉賓去揀一大堆男人，但你遲早又明呢啲根本係垃圾笑話嚟。如果你都話自己冇時間溝女，然後仲浪費時間睇啲冇營養嘅嘢，咁我好懷疑你其實係咪特登唔想自己有時間去溝到女呢？最後記得報名溝女培訓營，領取溝女秘笈，幫你3個月內出鋪拍拖，限時免費隨時下架。我上條片係講關於30歲以上嘅男人點溝女，年紀越大咪越難溝到女，圈子細識唔到女，甩緊頭髮或者驚甩髮嘅，你一定要 click 右上角睇片。想學溝女記得睇 E&K 男性情感，呢條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我哋夜晚8點出片，記得準時收睇。如果唔想錯過任何溝女、約會、網聊、男女情感方面免費資訊，記得訂閱、打開啷啷，將條片 share 出去。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 like 朋友溝女順利，左右逢源，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下條片再見，拜。